喺香港心臟地帶銅鑼灣軒尼詩道上面人潮川流不息，百德新街嘅霓虹燈下遊人如織。呢個象徵繁華同埋活力嘅香港地標，近日因為政府計劃喺該處安裝大概60支汽車防撞護柱而引發咗社會討論。灣仔區議會亦都喺1月20號喺佢哋嘅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上邊討論相關議題。根據政府提交嘅文件，上述計劃預計耗資大概500萬港元，旨在為高人流量嘅區域築起咗堅實嘅物理防線。我認為政府嘅計劃絕對唔係有啲人所講嘅小題大做、資源浪費，而係喺全球恐怖主義威脅形態不斷演變之下，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履行佢最基本、最核心職責嘅表現。恐怖主義嘅本質係佢攻擊嘅無差別性，佢不問立場、不分對象，目標往往就係最為脆弱嘅普通市民同埋公共生活空間。近年嚟，全球多地嘅慘案一再印證，車輛呢個日常嘅交通工具，因為佢容易攞到、難防範、殺傷力大嘅特點，已經淪為咗極端分子發動襲擊嘅大殺傷力武器。2016年法國尼斯嘅國慶日慘劇造成咗超過200人死傷。2024年德國馬格德堡聖誕市場嘅悲劇造成咗超過200人死傷。2025年元旦美國紐奧爾良嘅襲擊亦都造成咗大概50人死傷等等。各地血淋淋嘅經驗話俾我哋聽，一旦瘋狂駕駛者刻意咁樣將車輛衝入去毫無防備嘅密集人群，後果必然係屬於災難性，極有可能造成大量傷亡同埋深遠嘅社會創傷。香港係高度開放嘅國際大都會，旅客、貨物、資金同埋資訊嘅流動係十分自由。但係正因為佢嘅開放性，本港一直面對一定程度嘅恐怖主義風險，威脅級別長期維持喺中度。雖然當下係冇具體情報顯示香港將會遭受到恐怖襲擊，但係防患未然係必須嘅。加上國際形勢瞬息萬變，香港唔少旺區亦都長期門庭若市。作為負責任嘅政府，絕對有需要將可能出現嘅風險降至最低，保護市民生命財產。銅鑼灣作為港島嘅核心商業同埋購物區，即使唔係假日，人流量亦都長期處於極高嘅水平。當中軒尼詩道555號外面嘅過路處，同埋百德新街全日行人專用街道，作為南北走向行人通道嘅重要部分，人流更加係非常之密集，繁忙時間絕對稱得上係墟冚。再加上根據記錄，軒尼詩道555號外面嘅過路處，過去係幾次發生咗交通事故嘅，暴露咗佢客觀存在嘅安全脆弱性。正因為咁，政府計劃喺上址率先安裝符合國際標準嘅防撞設施，阻止車輛意外或者係故意衝上行人區，加強高人流聚集地點嘅安全保障，絕對係確保市民同埋遊客生命安全嘅合情合理安排。面對實實在在嘅安全威脅，政府嘅首要責任自然係採取一切可行嘅措施，預防悲劇嘅發生。呢個係具有底線思維嘅主動風險管理，能夠未雨綢繆。相關部門以專業同埋科學嘅方法找出城中嘅安全風險點，並且主動推動落實前瞻性防控措施，正正係對廣大市民同埋慕名而嚟嘅遊客最大嘅保障。喺銅鑼灣安裝符合國際標準嘅防撞護柱，以最直接嘅方式形成物理隔離，有效阻截或者係改變衝撞車輛嘅軌跡，或者減低佢嘅速度，為行人爭取咗寶貴嘅逃生時間，將潛在傷亡降至最低。事實上，北京天安門廣場、上海南京路步行街、倫敦西敏寺、紐約時報廣場、澳洲墨爾本聯邦廣場等各國嘅地標，都廣泛安裝防範汽車撞人群嘅防撞柱、防撞欄同埋石等等等。特區政府規劃中嘅銅鑼灣防撞護柱，佢本質其實都係一樣，就係要做萬全嘅準備，為香港陷入不可或缺嘅安全措施。
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享譽全球嘅安全城市、金融中心同埋旅遊勝地，佢最重要嘅基石呢，就係穩固嘅社會秩序同埋有效嘅公共安全體系。呢塊金字招牌係需要全社會共同呵護同埋擦亮。我完全支持喺風險較高嘅公眾場所加強安全設施。呢個既係對城市嘅未來負責，亦都係對每一位生活喺呢度、到訪呢度嘅人嘅生命負責。社會必須明白，恐怖襲擊之所以可怕，好大程度上係源自佢猝不及防嘅無差別本質。任何一位市民或者遊客，無論佢嘅職業、信仰或者係政治觀點係點樣都好，只要不幸身處攻擊目標嘅地點，就可能瞬間成為受害者。銅鑼灣防撞設施嘅安裝計劃係一次重要嘅未雨綢繆，以500萬港元嘅成本安裝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嘅防撞設施，對市民或者遊客提供所需嘅保護，絕對係用得其所。恐怖主義嘅威脅好似灰犀牛咁，睇落去好遙遠，但係一旦衝過嚟就無可挽回。我促請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必須堅定支持上述建議，喺確保工程質量同埋安全標準嘅前提之下，加快推進呢類必要嘅防護措施。喺守護生命安全呢件事上邊，係冇嘢比盡快做、加速做更正確嘅選擇。唯有築牢公共安全嘅防線，香港先至可以確保佢嘅繁華同埋活力，同時避免悲劇同埋遺憾嘅發生。